日本足球女王澤穗希。日本女足喺2011年世界盃奪冠，創造亞洲足球史上最光輝嘅一頁。當年嘅隊長澤穗希更成為金球獎同埋金靴獎得主，成為亞洲足球甚至世界足壇嘅殿堂級人物。澤穗希喺小二嘅時候同哥哥一齊加入東京都嘅青少年足球隊，從此開始傳奇球員生涯。由於佢好快就展現驚人嘅足球天賦，所以後來更獲安排同年長好多嘅男性球員一齊訓練同埋比賽，從而鍛鍊出更強嘅基本功。後嚟佢加入川崎讀賣女子隊，喺15歲嘅時候就代表日本參與國際賽，首戰就取得4個入球，協助日本喺1993年女子亞洲盃以15-0大勝菲律賓，從此就成為日本女子隊主力球員。1995年首次代表日本參與世界盃決賽周，經歷咗1995、1999、2003同2007 4屆世界盃決賽周嘅洗禮之後，澤穗希終於喺2011年世界盃決賽周大放異彩。佢喺對墨西哥嘅分組賽大演帽子戲法，協助球隊以4-0大勝，獲得小組次名晉級8強。到咗4強，澤穗希更喺64分鐘為日本射入反超前嘅入球，協助球隊以3-1淘汰瑞典，首次晉級世界盃決賽。到咗決賽，佢更加喺加時階段第二度為日本追平，令日本得以2-2打和美國，及後互射12碼擊敗美國，成為世界盃冠軍。澤穗希以5個入球成為賽事入球最多嘅球員。喺年底嘅時候當選咗國際足協年度最佳女子球員。不僅如此，喺國內亦都擊敗香川真司同埋長友佑都，成為第一位當選日本足協年度最佳球員嘅女將。澤穗希乘住獲得世界盃嘅餘威，喺2012年協助日本首次奪得奧運女足項目嘅銀牌。奧運結束之後，佢一度退出國家隊，後嚟佢亦都復出咗，協助日本隊喺2014年首次奪得女子亞洲盃。到咗2015年，澤穗希第6次參與世界盃決賽周，令佢成為史上第一位參與6屆世界盃決賽周嘅球員。呢次日本隊喺決賽被美國復仇成功，只能獲得亞軍。澤穗希喺賽後亦都正式宣布退出日本隊。計算一下，205次上陣同埋83次嘅入球，兩項都係日本女足嘅紀錄。2015年嘅12月，澤穗希喺皇后盃決賽奪冠，為佢嘅球員生涯畫上完美句點。